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坚，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今日地球的另外一边，讲到冰岛，伊是一粒火山岛，伫伊的国土内底上无到200粒的火山，其中阁有超过40粒阁是怪的，可能阁在火山爆发。如今的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伫这2礼拜以来，就一直咧发生火山性的地动，上无已经有2万届，阁有一天又要9千届的，随时可能火山爆发。虽然讲这个所在伫咧这3年内底拢有喷发的记录，也拢无造成什么严重的灾情，阁等到因为这壮观的奇景，吸引到真侪观光客来遮欣赏。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研究，即届在土下底可能有岩浆通道咧形成，就等于讲这火山的岩浆就伫咧下骹直接咧滚。那正经喷发出来，这附近几个城镇恐惊全部灭踪，在地4000几人，即马就要马上来撤走。红红干浆伴随真高的火山灰喷向天顶，意大利埃特纳火山礼拜2搁喷发，半暝啊，风浪一直响，干浆喷飞的景象，互人真惊吓。那位伫北欧冰岛也当面临火山喷发的威胁，首都雷克雅维克西南方大约40公里的西港城镇格林达维克24点钟来发生约800摆的地动，天上已经有真侪道路出现避顺放弃、民家也有毁损的情形。当局研判土下底干浆活动的情形已经毋捌看过，地几工已经为5公里深，请到离地表800公尺深的所在，摆来紧急撤离当地4000个居民。What we're seeing now really is an unprecedented event. We are really talking about velocities for this process and volumes or inflow rates that are much higher than what we have been seeing in the peninsula so far. 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最近3年来，捌3摆火山喷发，过去岩浆沿着地表避顺，形成小型喷泉的特殊景观，捌吸引不少国际观光客来看。因甚至就地伫火山边野餐，还是利用干椒节能，讲这是难得的体验。也毋过科学家研判，目前土下底已经形成15公里长的熔岩避顺，为着地一路延伸到海底，其中任何一个所在，拢可能成做岩浆喷发口，一旦伫陆地喷发，会造成严重冲击。那撤离的民众礼拜2小镇第一站登去提重要物品，对可能失去家园真烦恼。We just take every chance we have to get something out of the house because we have no idea whether we ever can go back or not. Or 当局除了疏散格林达维克居民，搁较烦恼附近的地发电厂甲淡水水库等基础建设地咧受灾殃。那当地有名景点人乌温泉较早已经被迫关起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继续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继续的战争，战火无情。根据联合国的资料，目前加沙地区有30间的病院，已经20间拢无再调去运作。这起因就来自以色列的强势不断。病院的燃料已经用尽，即马完全是失电的状况。连遮拄出是原本住伫咧保温箱内底早产的婴仔，都因为上诉管停掉无气来死亡。这若照理来讲，两军交战顾虑着人道，一般拢袂去对病院来出手。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哈马斯拢甲因的指挥所藏伫咧病院的下骹，正前已经有甲病院送燃料，嘛有帮助甲遮的患者先撤走。等到拢是哈马斯咧一再阻挡，不过针对这指控，哈马斯也是共款一概否认。医生正伫抢救已经唔知人的囡仔，利用因的费用浓度是毋是也正常？尽管伊来设备因讲拢停止啊，医生又也无放弃任何希望。也若这10个无足月拄出世的囡仔，拄对保温箱放散出来，真放伫个保暖柱顶面，由以色列继续封杀，西法病院的燃料拢用完啊，再伊宣布停止运作。有保温箱的早产儿，加刚好病房的重症病人，因为呼吸器无度运作而死亡。The problem is to be sure that we can evacuate the neonate patient because we have about 37 to 40 the premature baby. We have about 17 other patients in the ICU, and we have about 600 admitted patients already operated
which need medical care.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讲，加沙地区总共36间病院，其中大约有20间无搁再运作。加沙走廊卫生部是讲，以色列的无情轰炸甲地面的报复行动，已经造成1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民众甲儿童。也若以色列是指责哈马斯伫病院下骹内挖崩坑，真侪暗号，毋过哈马斯是放任。Do you bear But right now, we're responsibility? focused on one thing. Do you bear We some all bear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Okay. We all look. Nobody's going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It's a non-issue. 纳坦雅胡进前接受访问时，被问到是毋是甲哈马斯达成连接释放的协议，纳坦雅胡只是讲可能会有，并且强调即阵无方便加讲。北京国家顾问苏利文也讲，正在努力确保连接释放协议。I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what I say publicly on this because it is, of course, a delicate and sensitive negotiation. But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原来这个被劫持的连接到底有偌济人？苏利文讲，人数是以色列公布的。美国人部分，即阵伊敢若知影讲有9名失踪的公民，一个有永久居留权，甲一个有绿卡的人。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若受到战事的影响，伫咧法国的巴黎，昨晚有一场对抗反犹太主义的大游行，有超过18万人来参加。另外，伫咧英国伦敦的街头，昨晚嘛有一场停战的示威活动，有超过140人被警方抓起来，有7个人因为提武器反抗，被警方来上班。今仔日，阮的口号是全面打击反犹太主义。伫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布劳恩皮维、参议院议长拉谢、总理伯纳、前总统欧兰德甲萨科齐，也有法国犹太机构理事会主席阿尔菲的传领，巴黎街路超过10万人参加游行，累计无统计有18.2万人上街路，其他城市也有超过7000人响应。Car nous pensons que la République, les valeurs dans lesquelles nous croyons, sont menacées. 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法国已经有约1250件反犹太事件的通报。总统马克宏无出席这摆活动，也毋过以一场互人无度接受、无惊半人的反犹太主义复兴的公开会表态支持，佮谴责破碎活动所出现的混乱声音，表示这款的机会互某一寡政客利用，以达到家己的目的。极右派国民联盟决定参加，引起激进左派不顾法国甲礼拜日这场活动保持距离。前一天，巴黎有一场示威游行，号召停止加沙大屠杀，都有其他左派政党参加。那伫英国伦敦警方12表示，伫前一天超过30万名挺巴勒斯坦民众游行活动中逮捕100多人。这场活动伫伦敦街路举行，要求以色列停火为主要诉求。What do we want? Justice! When do we want it? Now! 游行过程中，极右派团体伫人群中闹事，想要攻击挺巴民众，刷甲警方爆发冲突。警方伫极右派人士身上敲出刀仔等攻击性的武器，少数人被起诉原因是涉嫌持毒、拒捕、饮酒闹事、甲攻击等。公视新闻吴连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三景。日本京都的亚瓦达市昨市长选举，过去伫咧市政府接头路的卡瓦达小库顺利打败2位对手，敢若33岁就选调，成做历来上少年的女市长。再来是《朝鲜日报》，中国近来爆发一种梅州菌的细菌，主要拢是囡仔人去过着的，一连续扫4礼拜，真够互相感染。即马就连韩国患者嘛愈来愈多，发出病痛的警告。过来是英国探索岛，意大利罗马有一只马戏团的狮仔脱逃，走去街仔乱踅，在地是行家拢秘伫咧处理，唔敢出门。加来警方最后是用麻射枪顺利甲掠倒转去。过来是美国《纽约时报》，为着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美国是调动航空母舰去到地中海，所有一只军用的直升机伫咧训练的时摔落，5个官兵全部殉职，事故的原因搁来调查。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有西方的情报单位根据战死的哈马斯分子身躯顶所在地图判断，因原本计划要伫咧约旦河西岸等地发动第2阶段的攻击，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全国拢变作是战场。讲到今年 APEC 领袖峰会要伫咧美国的 San Francisco 举办。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15日拜习会，是外界上界关注。两人可能会讲到台海情势。今仔咱的代表周忠谋，敢会甲拜登来见面？目前官方已经咧全力要来促成。
另外 ，APEC 会场外口有上百团体咧抗议，要求 APEC 推动以下停战，反对 APEC 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策略。就千人举标语大声喊，关掉 APEC 100外的草根团体组成，向 APEC 公布联名谴责旧金山 APEC 峰会。标语顶面写的诉求，也有停止建造业转为巴勒斯坦甲菲律宾，被阻止美国加做战争机器。My message is to Joe Biden to call for a ceasefire now and to stop this genocide now. Today, we're bringing in thousands of people to the street and all week to shut down APEC and oppose the neoliberal trade policies that it's promoting. 国际也聚焦15个 APEC 拜登甲习近平的会面。北京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拜登决心看到美中军方关系重建，伊相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最近的国际情势、经济危机甲以下战争，美中也拢有拍算。We do not want to see a firefight in a hospital where innocent people, helpless people, people seeking medical care are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另外，拜习会感谢会吸到两岸议题，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咱国有掌握，也相信美国会挺台湾。初步掌握是应该会，因为在每次美国跟中国的一些高层的会议里面，台湾的这个部分都会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我相信美方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支持，我们应该不用感到怀疑。各国领袖做会，旧金山维安等级提升。咱国领袖代表周忠谋则是也会飞去旧金山，代表团也当咧拍拼安排周忠谋甲拜登的会面机会，因为 APEC 成员甲 CPTPP 中塔成员，台湾会借此机会甲 CPTPP 会员国相比会谈，尤其加拿大是明年的轮值主席国，外交部更加拟定行动方案，未掌握这个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另外一边，洛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洛西亚甲北溪天然气管线已经去往炸掉，到今是已经超过1年啊，到今犹原是无任何国家来坦白承认。不过最近有媒体公布一份调查报告，点名一个乌克兰的上校是关键人物，讲伊是听某一个乌克兰的总司令的命令来执行任务。不过当事人对指控是全部来否认，佮透过律师讲这一切拢是洛西亚挑工放出来假风声。北溪天然气管线伫去年9月大爆炸，和俄罗斯甲欧洲各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到底这是谁做的？事后出现各种版本，各人互相指控对方，包括美国嘛，互人怀疑。美国华盛顿邮报甲德国明镜周刊11公布联合调查报道，讲乌克兰将特种作战部队上校切尔文斯基是爆炸案的关键人物。Sources have painted a picture of him managing logistics for a 6-person team that rented a sailboat under false identities and dove deep into the Baltic Sea to plant explosive charges on the gas pipelines. 调查报道也引出欧洲甲乌克兰消息人士的讲法，谢尔文斯基是北溪行动的协调员，伊毋是单独行动，是听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的指令攻击。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唔知影，唔再对外否认。报道讲，泽伦斯基是互军方故意暗藏，显示俄国的军方、情报也甲政治人物中央因的做法看法无同。The Ukrainians definitely didn't do it. 互媒体点名牵涉到北溪爆炸案的切尔文斯基，进前互人指控乱用权力，协助一个俄国飞官逃走，当伫基辅接受审判。不过，伊透过律师背回报道内容，讲这拢是俄罗斯散布的谣言。基辅当局是也未对报道内容做出正式的回应。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伫咧美国未婚生囝找目头了，就无说你有死呢？这案例是有够普遍。德州就有一间学校，咧专门收类似安尼少年妈妈，互因会使甲囡仔带来学校的托儿所，互即阵少年妈妈会当顺利甲册读了，继续来深造，勇敢面对家己的人生。17岁的马图斯透早坐校车上课，到位的时阵，都爱先抱身边坐伫安全椅的宝贝查某囝。听后入去学校，已经有其他共款带囡仔的同学伫食早顿。带囡仔来上课，伫一般的学校根本是无可能。不过伫德州布朗斯威尔这间中学，专门收容无结婚生囝也是有心的少女。学校内底有设托儿所，或者无结婚的妈妈会当免烦恼，安心上课。If there wasn't a school like this,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a lot of teen mothers because in regular school it's really hard to
like go when you're pregnant and all the kids pushing you and all that stuff. And then in regular schools they wouldn't understand your situation, and here they do. 学生讲，这间学校老师袂甲你批评，颠倒因会甲你斗相共，会当体谅。像讲有当时学生囡仔因为暗时爱照顾囡仔精神无好，老师会允准学生囡仔困10分钟，都是这个体谅心，互学生感觉真温暖。Here they don't give me homework. I finish everything in school, then I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daughter. And if I was over there, I wouldn't have time for her. So it really did change. It really did change my life for the better. 这间学校由德州州政府补助，目前收养53个6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囡仔，主要是当地低收入的西班牙语的社区。托儿所有16个名额，学校老师是讲，每一个来这间学校的学生囡仔，可能拢有一个伤心的故事，不过因原来有求学的权利。These girls, we're just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graduate. We want them and their babies to have a better shot at the future, a better chance in the future, more opportunities. 这个无放弃学习的未婚妈妈内底，有人的愿望是要做老师，有的要做妇产科医生。因原来鼓励有其他类似做务的查某囡仔，唔通放弃学业，勇敢追求更较好的未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伫咧巴尔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做科索沃，已经独立将近20年啊，局势救援是真无稳定，国内百姓继续咧逃难。要找找更较好的成果，咱人是会当安尼自由行。不过对伫咧身躯边的狗仔，你甲想，敢有可能才好命？当地流浪狗是愈来愈多，万幸有一个善心的体育老师，国内咧走总已经收养超过400只流浪狗，用心来照顾，佮替因找到新主人。位于科索沃首都普利斯蒂纳北边15公里的巴克什村32岁体育老师普伦库，伫遮打造超过1500平的流浪狗之家，要互饲主放杀的可怜狗仔也会当感受到爱甲温暖。Këtë srejmore gjindën paravarësisht 400 qenë, nuk mi me cik periudha kohore për sajën më ledh mirë, po gradualisht vinë qenë, vinë dhe shkojnë。温暖的里头，这阵狗仔看到普伦库的出现，就像看到上心爱的家人，拢走来介意小鸟们甲奶奶。普伦库特别爱忠心古锥的狗仔，当收养的狗仔渐渐增加。伊找到这片场地，也得到来自瑞典、德国甲美国的动物慈善组织，每个月大约20至27万台票的援助。提供这的狗仔做疫苗甲粮食等基本开销，同时也开放予各界来利用。Për veterinar, raste ndryshme i marrë, ministrohojmë, vaksinojmë, sterilizojmë, bëhen gati për adoptim. Momentin që vjen një qenë srejmur është gjithmonë e ka një mundësi adoptimi. 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虽然2008年宣告独立，也不过长期甲塞尔维亚关系紧张，甚至爆发冲突。真侪居民选择离开家园，狗仔也互放杀。欠照顾的流浪狗，不但会造成卫生问题，也会攻击过路的人。普伦库的流浪狗之家将收养的狗仔分做9大类，同时也有4个充满爱心的职工轮流照顾。Fillim kur të vina i kontrollojmë qenë se mas pare a janë në rregull, nuk s'ka ndaj problem me qenë, nuk s'ka dikush ndaj të lashës e diçka, atëherë vazhdojnë atani për pasërimin, higjienën, atëherë vazhdojnë atani me aktivitete ndryshme si për mi qitë qenë, për mi shëtit. 目前已经大约有150只狗仔，互专工为德国、奥地利甲瑞典等国的饲主前来饲养，也延续普伦库对因的爱。希望这捌流浪的狗仔，伫离开这个大家庭了后，也会当展开全新快乐的生活。公司新闻景文ခင်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